哦，阿爹，吓死我了！这哪儿来的出土文物啊？哎呦，还跳起来了！啥起来？不是你，哪能就弄了两次了？你谁呀你？配音啊，音配错的，配得来谁个套了要？不是，我是刘拉拉。哎呦，什么？做了要刘拉拉，我在微信，弄刘拉拉，刘拉拉旁边有只白阿莲，就白儿，啥白儿？你懂啊？白儿，白儿嘛，我决定要非法利用，要么弄好不啦？弄非法利用，好，我白儿，好不啦？弄白儿，好吧？而且哎，侬看我懒得要打嘞。难道应该是没啊？这个侬不懂，这个叫空木的白米啦。我介绍一个字，我讲，都没有懂了这个。姥姥，我们这里的朋友可热情了，他们说既然您来了呢，他们就热情款待，请您看戏。我们不看，看戏要搞了这个老三鬼，我不看。现在聚了不得了，我拿起门票来这个聚我搞。姥姥，你有所不知，我们百姓戏台请您看戏不用钱。一般的不要搞好了，这个人家搞一般的不搞了。不要你叫不开心，你叫开心了，一天弄2天。好是吧？我姥姥还他比你了，把戏姥姥最欢喜了。那么阿拉不仅要请你看戏，还要请你点戏。啊，我点戏。哎，你喜欢什么戏？你说。我晓得个。哦，你说。你喜欢看《红楼梦》？我很喜欢《红楼梦》。哎呦，《红楼梦》大家都喜欢听的。那《红楼梦》究竟晓得不啦？究竟我那会晓得你，我看姥姥那会得不晓得。这么多刚刚看，究竟是谁个他哦？哎，一个家宝鸟，一个林黛鸟，两块牛了，2块牛了。叫2块牛嘛，红烧烧呢，或者白多多呢？红烧烧呢，你要多把点酱油，白多多呢，侬酱油把那外头蘸一起，做些吃肉要这个。晓得嘞，这是《红楼梦》里向的2个宝贝。对呀，我就说啊，一道《红楼梦》好。要洗2个的大手套，要洗呀。啊，做烧光腿啊，要洗。最近呢，我是谁个他？有个大人家，叫家父。我里向今朝闹忙得不得了。为啥呢？一个外甥女来，外甥女叫林黛玉，妹妹呀，黛玉进府。什么？我的外甥女来了，在哪里呀？在哪里呀？外孙女儿。可怜你三江，孤苦伶仃在宽上，与我兄弟同进来，是一枝槐梅都是房，今日里叫花一送在，从今在把头挖不为里当。老祖宗哎，外孙女，那小曹老懂吗？刚刚你这个叫啥派晓得吧？我哪能不晓得？哎，小左派，这叫周派。周派老师唱的周派，侬会做哎。但是你看看是谁唱的？所以唱的。说有那个好哥哥钱辉丽，掌声送给他。真的，哎呦，这个本事多了，哎，他唱包哥哥那个唱会都唱万里望，从小上唱到老单啊，功力不浅。真的唱的给侬看，那么。后头哪能呢？后头故事上来，哪能呢？后头那么这个一个林妹妹要进来是。林妹妹刚刚我讲过，好看，漂亮。我这两头呢，要是我这两头都是两头那个的呀。小超了，我那个这两头。要想弄死呀！小超了我。最主要是后头个事体那个套，那老祖宗来过的，后头少人来的啊，交关了。这侬讲有大家当家人，什么人？哎呦，当家人就是管保姆是吧？哎，管保姆。这么保姆所长？保姆啥驾照所长来的？保姆叫王熙凤。王熙凤，哎呦，不得了啊！能听见吗？王熙凤来噻。林姑娘来了吗？真的来了吗？哎呀，我来这里呀，哪来
好的。红梅当。亚叔，阿拉要考考你。哎，刚才这个流派是什么流派？13天，这个流派我唱着，这个叫京派。京派。啊，欢迎你啊！来，侬转一块。现在唱京派的人到底啥人？京彩凤。往这边看。哇！林妹妹王志平。厉害吧？哎呦，这个厉害！哎呀，我真听不出我13天我讲自家唱老了，我听你多少好听的，多好听了。刘姥姥已经搞不懂了，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只手表侬看多少懂了，是吧？姥姥，你想想看，一个是小商，一个虎胆，翻春，这多好，本事结婚啊，真的不得了啊！这2个人本事可大了，2个人就可以演一部《红楼梦》。不信你讲，他们演好不好？那我要来讲了，林黛玉和贾宝玉呢，2个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教官要好，最后。年纪较管小，对，不现在讲起来就早恋了。那啥个？姥姥刚怂地。我2个人教管好，2个人读书一道条，困觉一道困。我起来读书读啥个书呢？读西厢，翻船对吧？翻船到底了。好，翻船到底了。贾宝玉唱林黛玉，林黛玉唱贾宝玉，2位老师对不对？就是贾比邻，邻比贾。贾比邻比贾，贾比邻比贾，啥唱金陵大，也不要问行不行了，音乐起来就知道了。我是个多嘴多平山啊，你就是那清风清风的马。富山八道，龙山平时也却来调笑，文章的娃儿欺负人，我可要到区区跟前家里要。我的头举子儿人口念，好妹妹你千万少我这一招，我这有心光欺负你。好，明朝娘我爹在池子里，娘拉队员把我弹起掉。好，你说的吧。我以为一大原来是个人娘拉枪的。姥姥，你捣什么蛋呢？你刚才还问人家行不行，问大家行不行啊？唱得好不好？叫什么讲多样的，我来帮了也是啊。烦死了，绝对不骗了那个。那些哪能人？小刚把一块绝对不要去洗起来了。快烧一块绝对烧你帮我晓得了。是说你不能。俺老公帮我。不要看了。你看王志平刚才啊，声音一下就变成那个小声的这个嗓子了。这个凉凉的啊。你有没有注意我们这个慧丽姐姐从来也没有这样在舞台上？今天兰花指唱的特别好看。不太习惯了，她是这样。哎，你不要看了，她平时都这样。她这样。这慧丽姐姐这个叫块女人说了，女人说叫块女人说。我这帮慧丽姐姐是娘了，角色转换的那么流畅，真的。这这么女人说啊，这个唱得好。姥姥精彩吧？精彩，精彩，再往下走。精彩，咱们还要讲故事啊，再讲。那么后头这故事呢是，他早年有呢啊，早年有，早年有。那么伊拉个爷，哎，这个家务，家境。哎，这家务呀，就是家伊拉家宝玉个爷家务，家务不讲，都叫家境，行不啦？家境，没知识。家境呢，家境反对。哎，家境现在做起，个王八蛋，弄我来，还要打起我。哎呦，王八蛋，我真开不惯。当小人，侬有本事侬哪里去当敌人？就是这个样的，根本是当小人侬不是本事。姥姥，那么阿拉就拿搿段演出来好不啦？那么老生都唱不来，老生他们不会唱，老生不会唱。我基本上我老生不会。哎，侬当中文会。我是中生，哎，我中少照样唱起来给你听。照样。小畜生！啊，哎呀，这个老生就唱尽了。玫瑰花，你做为所长。
丫头，你的脸神光，自古道丝丝同结呀文，曾经演大几文章，苦太你曾因师傅见不雅，四度经济披一把，只怕是用在难以心中量，愈加愈功都无望。说了不别了，把他打我啊！老爷叫我打我，当出去打，当着屁股，当你着屁股。有我真没有。好吧，这样你看长啥流派晓得吧？这你当我不晓得，我晓得，我才晓得，这叫红趴。红趴不是，告诉你，西跳舞老师的西趴，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哎，我要晓得对不对？好，那么再故事再讲下去，再讲下去，后头呢？后头结婚了，对的，包你当起屁股子了，包你困了上了，动都不能动了，不能真困，只能复困了，真这个样子困了。我说人去劝你，说人劝你，哎，有一个伊拉表姐姐，表姐姐，哎，表姐姐叫表姐是谁？说你王宝钏，不是报错了，不是挨了错了，谢宝钏，是对个，伊拉娘家姓谢的，伊拉娘姓王，改娘姓的，一年有知识了，王宝钏给弄出来谈早事了，真是谢宝钏啊，谢宝钏们要去劝这个宝唱起来，兄弟，来，宝兄弟，做错了，不得进来，不得进。这个声音听上去女人呢。年到子呀，他来进，谁不想高朋你们？好，自今上的这是灵，也该去为做官人，俺将心四度经济好有闻，又为谁此事做人真分明，理应该把这官的去上进，怎能给多正报公平？钱慧莲，如果我不看你哈，我还以为是吕瑞老师新收的徒弟哈。谢。你是宝女，他们娘抢样了。好了，来。姥姥，你稳重点，你老人家稳重点，你是姥姥。宝女后头有句说话啊，就是讲这个一比完了，一比这个宝就看完事的。哎，宝姐姐啊。老祖宗那边缺个人斗地主，你去斗吧。小超了，下讲了。真的，包你搞一万，包你谁个他搞一讲啊？啊，最近比较烦。我家姓孙哦，不是，老祖宗叫你去玩过把，吧。过把就是的。不是，搓磨江山在过把。好嘞，姥姥。是嘞，喂。你还想看下去不啦？要看。哎，看下去，快点讲。那么这个黛玉啦，哎，黛玉这个侬晓得，面孔好看，是哟。她有忧郁症，哎呀，你去黛玉受不了，因为三国里一个在救伊，一个在救伊，伊没代表他不代表我不代表侬，不代表做三国里，三国里真爱杀人啦，真的。那么黛玉作孽，黛玉拿只篮头，刚把石头，哎，到花园里去斗吧，去斗吧去做孽，伊不是去上火。他会秀鸟落地真是穿过花
捣乱，但是我们的钱慧丽刚才这一段葬花唱的怎么样，好不好？这个，那么辛苦。账户留了什么东西？账户留了，他忧郁症越来越严重。忧郁症，你当然上忧郁症。所以啦，我来想了，明天就说个大的，我搞不清楚。他又不能吃，不能穿。他也不要做工作，找下岗了啥个了，侪年了。是这难我都想不通，说大的。他是时间慢，他钞票有了，他又想不通。他只要百姓纾困，想不通嘛，他就喝了啦。喝了呢，这个家宝就下边一个形式了。形式呢，一张一张在烧脱。哦哟，家宝就下边已经流到人手高了。这这个流到现在是烧农地了。烧农地了不得了嘞！不要讲1000万了，2000万嘛，得脱了。才不去烧掉。你不是了烧形式了，你了烧钞票1张、2张、3张、4张下去。姥姥，你讲的那么好，我们还是看吧。我一生与世俗做了归宗。我倒不是难过。哎呀，真难过啊！这个可能，这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不是我想过你这些人，我挖死你过。好，人家本来是戏拍小生，人家王拍搿种别抢共鸣掌握了介好。唱得好，人家讲了，放容易，手难，给手了交关吃当好吃了，对不对？好啊，唱得。唱得好。他们听得入神了，这姥姥高兴。后头要精彩了。后头也有了，不习了吃点苦，你了吃点苦，那不得了了。那一面都不得了了，一面都做啥？一面都迷里麻啦结婚了也是啊。哦哟，要挖堂呢。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地间长生。
心满意的手。字头把家记得，总算是东园道士喜爱里，今日异乡一次生。此生得娶你林妹，心事灯花并在开，往日并就一笔对，今儿落日无言美，从今儿呀与你成日早起在花堆，寒夜挑灯把米菜，天下并立万寿王，5月谁迎大长台，从今儿小你娇迎万寿杯，事到断水分不开，这真是命我最快终于途，一郎这女其地为呀带着这个哦哟，姥姥，要去动物园，动物这像搞里边一样搞了，呀，我快搞来了呀！姥姥起来，姥姥，这怎么都送的？这个你应该最有发言权。哎，刚才你盖着头巾，你也不知道是谁，哎，光听唱，你觉得是谁呀？不是这他唱的，谁啊？董爱金，董爱金。你唱啊？哎，董爱金。喜欢谁？跟各位董爱金是胡眼睛唱的了。哎，不是董爱金唱胡眼睛刚刚谁他？哎呀，胡眼睛唱的真好了。好吧。不是董爱金是胡眼睛。那么伤心的辰光，你又讲起笑话来了啦？不是，他唱得好，他唱得那么好了，那么好了。那么后头故事发展下去结婚，高潮结婚，那么领导人嘛把了大，伤心，走他了，不去唱啥人，死他了，对，哎呀，死他嘛，那么去门了，门有额头王叫知娟，那么就是问紫娟。啊，来，已经来了，单位来好。分子哦，翻过来了啊，翻过来，原版哦，妹妹的是钢琴和彩，是翩翩舞的河中花。妹妹的要紧紧和彩，金银一团你绣的她，房子娟妹妹的花中金和彩，花朵虽在水张花，房子
银姑，娇着姑娘呀，这姑娘身边的娃呀。那银姑也是心河世上的人儿不是他。哥，没我讲，本子卷，妹妹的绳子紧我身呀。这绳子讲的，谁比他们讲的绳子嘛讲的？真的，我想演到现在真的是无话可说，4个字来概括。真的。今天大家数了一下没有？他们一共反串了多少个流派？我给他们数了一下，7种流派，创了我们百姓戏台反串的一个记录了。问问大家，那我们看得过不过瘾？不过瘾啊！咱们把这个《红楼梦》当中最经典的一段拿出来。我相信这一段呢，我们的观众朋友都会唱。天上掉下不灵妹妹，是一朵幸运长人知道，国内苍茫真情味，看着面不可轻易比个零。花到水，青红好一红的月，眉上印着三岁气，身影相貌如温柔，同名是花来看亲家子，就是月。哎呦，真的我是得骂人。哎，两个阿姨的牵了一拉手，说明这个红楼啊，刻在他心里。真的，上趟有阿姨拉了我手，一拉有这嘎子没了呀。我发现生病了。姥姥，还有奇怪的事嘞！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今天不止掉下一个林妹妹，你看那边有那么多林妹妹。哟，今朝林妹妹天上放假了，起不落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主题是做梦。是做梦。对，每一个孩子从小都会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们2位，其实小时候是不是也做过越剧的追梦？我们家乡是越剧故乡，发源地，处处都可以听到越剧，所以从小不管干什么，我第一选择就是越剧，所以我记得我有一首《新之歌》可能有些观众他还能唱得出来，这首《新之歌》呢代表了我的心声。美梦似锦东回，总盼望红红火龙上西台。中的这个梦想，你都唱出来了。我是因为喜欢越剧《红楼梦》才进入了艺术殿堂。那么之后，其实蝴蝶梦也是我自己演艺生涯中的一个比较甜蜜而幼稚的回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梦。那么我希望还有第3个、第4个，甚至是第5个这样的梦的诞生。好梦成真那样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托梦给大家，喜欢越剧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把越剧发扬光大，好不好？好。人必须要有梦，但是同时呢，也要有这个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梦想成真。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2个环节，戏说呢，今天热情的观众啊，想不疯狂也很难，因为我们的主题特别好，梦就要疯狂。对，其实大家来到我们百姓戏台就是一个圆梦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希望和明星零距离的接触，但是呢，我也知道他们的梦想还不止于此，所以今天有梦的朋友就请你们说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满足的，马上让你实现。我的梦想也在梦里出现过，是百姓戏台的主持人。哟，我们抢生意了，要是弄来抢生意的。有危机了。来了。哇呀！得张颖，好吧。
妹，现在就把他的话筒让给你，来，你请你去问观众一个问题，好不好？你有什么梦想？啊，哦，很大的。希望2位演员跟我们这个剧组能拍一个照。你们是什么剧组的？我们是漕河泾街道的红楼剧组。哦哟！啊，好梦成真了！你看，圆了跟我们明星合影的留念的这个梦，而且我们的小朋友也圆了这个主持人的梦，对不对？感觉怎么样？非常好，感觉好极了。其实，田园不瞒你说了，我也有个梦。你什么梦啊？我真的这个梦我做了好长时间了。哎呀，我如果说比许攸山了，我就开心。哦哟，我就这样，我知道了，你希望梦想成真了哇！杨素啊，现在我们要增加那个难度了。这个梦想呢不能够重复。作为咱们那个小评委，小评委就在眼前。峰峰还有个梦，我的梦想非常的简单，我不希望太幸福。你为什么？怎么那么怪论调？你说说看，对着镜头来说。如果太幸福的话，就会带来不幸。怎么个太幸福法？比方说，一个人太有钱，钱太多了。听他说。那么富翁就成为一个富翁了，他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呀。不经意到说出了一个人生哲理哈。我有一个梦想，想跟著名的演员钱惠丽对唱一段。眉梢眼就张秀气，正音小貌如文人。好，谢谢。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啊，是不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是的。我不会唱粤剧，但是我很喜欢听。从小我就跟我妈妈一起到戏院去听粤剧，看粤剧。黄文娟他们的演的粤剧我都看过的。但是我今天呢，想和我们2位大明星呢握个手。握手。哎呦，升级版，升级了。不要插到哪趴了。太高兴了。不是握个手的，是抱一抱。感觉怎么样？握了我们这个明星的手，感觉怎么样？我一个是温暖，还有一个是最大的幸福。原来不是握你老公的手是最大的幸福。老公的手和明星的手感觉两样。怎么不一样法？明星的手我感觉就是特别温暖，特别伟大。手非常冰凉。不。老公的手是老公的温暖。不是，他是这样的，他是握着明星的手，一股暖流涌心头。对。握着老公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想请2位明星为阿拉眼戏迷朋友们领唱一段。好，阿姨说得好啊。其实你们的所有的小梦想呢，其实都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百姓戏台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戏迷朋友。满意的人。百姓戏台就到这里结束了，别忘了百姓戏台是您梦开